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台语教室，我是 Lisa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是吉骨话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。娃娃 TV， 什么是吉骨话呢？吉骨话呢，嘛是俗语的一种，毋过因若亲像是咧药迷猜咧。伊利用一寡相关语啊、较相像的音嘛，也是比喻来调工讲出一寡甲人较无共、较趣味的话。这用华语来讲咧，就是歇后语啦。啊，吉句话伫台语内底咧，嘛有人讲做是吉吉拉话。好，刷来咧，我准备了几句吉句话要来介绍互大家。即马咱就做阵来看卖。头一句是乌干仔底豆油。乌干仔底豆油，乌干仔底豆油的意思咧，就是无底看，嘛有人讲看袂出来，因为豆油本底就是乌的，伊个底伫咧乌色的干仔内底，免讲嘛，互人看袂出来，伊到底是有底豆油，也是无底豆油。啊，即句乌干仔底豆油咧，就是咧形容一个人足厉害的，对伊的外表看袂出来，原来伊遮尔厉害着。亲像你有一个朋友，你从来毋知影伊会晓画图，有一摆你远远看到伊咧画图，画了足水的，你就会当讲，哎哟，你乌干仔底豆油看袂出来哦。好，第二句是火烧姑寮，火烧姑寮，火烧姑寮的意思咧，就是无梦。鼓咧就是希望啊，啊寮咧就是一寡临时起的较简单的厝，亲像伫工地临时起互工仔大个咧，就是工寮；啊咧囥木材的所在咧，就是茶寮；啊鼓寮咧是较早渔民拢会伫海边啊起一间较简单的寮啊来囥鼓，所以就号做鼓寮啊。啊鼓寮若是火烧咧，内底网仔嘛会烧了了，安尼就无网仔。所以火烧姑寮咧，就是无梦。啊，即个无梦仔的无梦，甲无希望的无梦共音，所以火烧姑寮咧，就是一个相关语。伊表面上诶是咧讲梦仔互烧去的无梦，另外一个意思咧嘛是无希望的无梦。其实恁看哦，这渔民用来掠鱼仔趁钱的梦仔去互火烧去啊，因着袂当出海去掠鱼仔趁钱啊，安尼毋着嘛是无梦啊。好，第三句是便所弹吉他，便所弹吉他，便所弹吉他的意思咧，就是臭弹啦。便所一般互人的印象咧，拢是臭臭的。你搁伫臭臭的便所内底弹吉他，当然就是臭弹。啊，臭弹搁是啥物意思咧？臭弹吼，就是碰风乌白乱讲的意思啦。亲像有一个人甲你讲，我昨昏去甲总统食饭咧。你第咱甲应讲，我听你咧便所弹吉他咧。好，以上就是三句咱台湾的吉句话，安尼有趣味无？我另外阁有加传两句，一句是火烧猪头，另外一句是12月天困厝顶。大家来遐看卖，拢是啥物意思？答案咧，我会放伫咧 Facebook 甲 Instagram 顶悬。有兴趣的人咧，会当去看卖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了就帮我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嘛，会记帮我起只订阅咧，去不要小铃铛按那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会记 Lisa 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